松手啊！我不，不行，要死咱俩一起死！邵医生，杜记者，不好了，严静静她要跳楼啊！什么？ 爱看呀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让我们进去。别想不开啊！严静静，严静静，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不想连累你们，你们再过来我就跳下去。严静静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。哎，你让我看一下吧，发现我不下来了。 让我一起的！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听我说，严静静，你的伤很轻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你还年轻，生命只有一次，所以千万不要冲动，知道吗？可是你们看看我现在的样子，我简直就是生不如死！严静静，你听我说，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。 快点啊！快点！严静静，严静静，我是你的医生，你是我的病人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相信我。邵医生，你不要过来，说什么都没有用的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你不要过来！快！你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啊！小苏，千万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！说什么都没有用的。我们不会放弃你的。严静静，请你相信我们。哎呀，千万，你告诉他，千万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 救援！小苏，小苏，坚持住！松手啊！我不行，要死咱俩一起死！坚持住！坚持住！ I know you still have all your doubts. I know you're shy to say it out. We all got hurt some way, somehow. We are too afraid to let our feelings out. But baby, 小苏，哎。 杜小苏，杜小苏，醒醒！